你哋有冇對住頸仔細端長過自己嘅印堂？就係兩眉正中間個方寸之地，攞一輩叫命宮。道家稱泥丸宮，掌管住人一生嘅氣運喜樂，藏住人呢一世嘅禍福根由。多數人睇印堂，只睇發黑仲係發亮，總覺得發黑就係行好運，發亮就係要交好運，卻好少有人留意印堂中間生出嚟嘅嗰一道直直嘅孔紋，好多人睇見咗，只當係年紀大咗長嘅皺紋，係平日裏仇事多皺眉出嚟嘅。更有甚者，覺得呢個係身體出咗毛病嘅徵兆。我今日同大家講，呢個諗法錯得離譜。印堂呢度孔紋根本唔係尋常重紋，裏頭藏住嘅因果，好多人活咗一世都摸唔透，真係講透咗。有人會驚出一身冷汗，有人會恍然大悟。首先，我先同大家糾正一個最大嘅誤區：印堂品紋唔係病，唔係老咗嘅標誌，更唔係日日皺眉愁出嚟嘅。你哋記住，兩眉之間嘅橫紋先至係煩心事多、壓力大、肝氣鬱結至熬出嚟嘅。嗰係愁紋，係凶兆。從咗呢種紋嘅人，多半日子過得拗撬，龍事同身，財運亦都容易受阻，做乜嘢事都差一口氣。但呢度直直嘅蓬紋唔一樣，唔橫唔斜，端正正從眉心往上走，直通泥丸宮呢，根本唔係皮肉搶出嚟嘅。皺紋係命印，係天道刻喺你命格上嘅記號，係祖上積咗大德，前世修咗善緣，呢一世跟住你魂魄一齊嚟嘅印記。老一輩嘅命理先生常講，生有此相者，不可輕斷，不可妄議。點解？因為呢個唔係普通人嘅皮肉紋，係陰德福報形出嚟嘅痕。你哋常聽人講，天生異相，必有奇才。呢句說話唔係隨口編嘅，係幾千年命理傳承裏總結出嚟嘅道理。印堂生呢度紋嘅人，前世都唔係庸常之輩，要唔係積咗一世善嘅大善人，要唔係守咗一世正道嘅君子，要唔係幫過無數人嘅能人異士。佢哋前世嘅善業未消，福緣未斷，投胎轉世之後，呢份福報就化成咗印記，刻喺咗命宮之上。老祖宗講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呢份餘慶從到一定程度，就會顯喺臉上，刻喺眉間，讓你呢一世帶住福根出世。覺得講得在理嘅朋友，麻煩點個讚，喺評論區留低一句，行善積德，福報自嚟，為自己同家人接一份平安順遂嘅好福氣。我知好多朋友活咗大半輩子，都係求財運順，求身體好，求家人平平安安，總覺得自己命苦忙咗一世，該食嘅苦都食咗，該受嘅累都受咗，卻冇享到幾分福。我同大家講，如果你印堂有呢度空紋，根本唔係你命苦，係你仲未活明白。你身上帶住前世攞落嚟嘅陰德家底，就好似祖宗俾你喺命裏傳咗一箱真金白銀，只不過你冇揾到開鎖嘅法子，唔知該往邊條路上走，所以福報顯唔出嚟。可要是你被呢世間嘅慾望迷咗眼，貪財忘義，心術不正，總係諗住算計人哋，咁呢份家底唔單止幫唔到你，仲會反過嚟變成業力，讓你走得越嚟越難，甚至邪可上身。有人肯定會問，照你咁講，有呢度紋嘅人，呢一世就一定能大富大貴？我清清楚楚話你知，唔一定係福係禍，全睇你自己點揀。呢度蓬紋就係一把雙刃劍，走對咗路，天地氣運都幫你順風順水走；錯咗路，呢份天賦就變成咗催命符，報應嚟得比普通人快得多，亦都狠得多。點解會有咁大嘅差別？因為天賦越高，責任就越重，天道對呢種人嘅要求亦都越嚴。普通人犯啲小錯，或許仲有緩衝嘅餘地，仲有慢慢彌補嘅機會。可你帶住累世嘅陰德，天生嘅福分嚟，明知對錯，仲要往歪路上走，咁就係明知故犯，
罰得自然更重，就好似做官嘅知法犯法，比尋常百姓犯案判得更重，係同一個道理。先講下走對路係咩光景。生有呢度近聞嘅人，天生靈性就比常人足，細個就同普通細路唔一樣。有啲細個第六感就準冥冥之中能感覺到事情嘅吉凶，要出事之前，心理總發慌，下意識就避開咗災禍。有啲天生就有一股沉穩嘅氣場，哪怕身處低位都不卑不亢，待人接物自有分寸，讓人唔敢輕看。仲有啲呢一世唔理出幾多斤頭，總有一股氣撐住，點都打唔到，旁人睇住都覺得撐唔落去啦。佢轉個身就能換過嚟，東山再起。呢啲人就係命裏帶住護佑嘅，只要邊一日醒咗神，知道自己呢一世該走正道，該行善事，該擔起責任，前世嘅陰德早上嘅餘慶，就會慢慢化成呢一世嘅福報。可能前一日仲喺人生谷底轉日，就遇到貴人拉一把；可能之前欠咗一身債，突然就有咗轉機，慢慢還清，財務仲能翻身。屋企久病嘅人會慢慢好轉，身邊搞事嘅小人會自動走遠。呢個唔係什麼巧合，係你命裏該有嘅福報，係你自己啟嘅善因結出嚟嘅善果。我俾大家舉個例子，明代嘅大儒王陽明先生，後世都傳佢生而不凡，眉心就有一道隱約嘅捧紋果，就係佢累世修行一生正道嘅印記。佢呢一生被同農場平叛亂遭猜忌，歷經咗幾多坎坷磨難，可每次到咗生死關頭，總能逢凶化吉，最終立言立德立功，成咗千古聖人，影響咗後世幾百年。呢個就係印堂肯聞嘅正向力量，帶住一身正氣往前走，天地都會幫你。仲有古時候嘅清官賢臣，譬如北宋嘅包拯，民間亦都傳報眉間有直文章，將正不阿。佢一世秉公執法，為民做主，哪怕得罪權貴都始終堅守本心。最後唔單止自己善始善終，仲留名青史，福澤子孫後代。呢啲都係命裏嘅福報喺支撐。再講下走錯路係咩下場。有些生咗呢度文嘅人，仗住自己天生有點靈氣，有點福報就狂妄自大，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沉迷於酒色財氣，貪財好利，忘恩負義，將前世改嘅陰德早上流嘅福分都當成自己揮霍嘅資本。我喺度警告大家，呢種人福報耗得最快，業力嚟得最猛。有嘅年紀輕輕就遭遇橫過，有啲一世起起落落，總係陰溝裏翻船。仲有啲靠住小聰明發咗點財就忘乎所以，做盡拉心事，最後身敗名裂，家破人亡。點解會咁樣？因為你違背咗自己嘅本心，浪費咗命裏嘅福分。就好似一艘本來能行萬里嘅大船，你偏要往暗礁裏開，只會沉得更快更慘。呢個就係因果，半分都唔會差。你種咗什麼因，就一定會結實果，邊個都逃唔掉。我早年見過一個生意人，印堂嘅碰紋非常清晰，人亦都確實聰明，20幾歲就靠住自己嘅本事賺咗第一桶金。身邊人都同佢天生就係做生意嘅料，可佢錢賺得多咗，心就飆咗，開始偷奸耍滑，以次充好，坑客戶嘅錢，仲背地裏算計合作伙伴，將人哋嘅生意搶過嚟自己做。嗰幾年佢確實風光，賺咗唔少錢，買咗大屋好車，可風光咗冇幾年，就因為售價俾人告咗，賠咗一大筆錢，生意亦都黃咗，身邊嘅朋友亦都散咗，最後落得個負債累累嘅下場。呢個就係典型嘅攞住天生嘅福分去做業，福報耗光咗，業障就全找上門啦。講到呢度，肯定有人想問，咁我點知自己印堂呢度紋係福仲係禍？點判斷自己係唔係真嘅帶住？好簡單，睇3點，3點都對上嘅，先至係真嘅天命在身。
尤其係第3點最係關鍵。第一點睇生辰八字，老祖宗傳落嚟嘅命理學，出生嘅年月日時定咗人嘅先天命格。如果你嘅四柱嚟帶天德貴人、月德貴人，又或者生喺甲子、月卯庚申呢類正氣充盈嘅日子，再加上生喺子時、午時、卯時、酉時呢4個天地正氣交匯嘅時，神又印堂有鋪文，咁你絕對唔係普通人，天生就帶住福緣，靈性遠超常人。呢一世豬定要走一條同旁人唔一樣嘅路。呢4個時辰係一日裏天地之氣最盛嘅時候，生喺呢個時辰嘅人本身生命力就強，天賦異當，再加上印堂孔文嘅福運加持，就係天生帶使命嘅命格。反過嚟，如果你嘅生辰普通，就算有呢道紋，亦都只係比常人多幾分靈氣，需要福報深厚，更要靠後天多行善事，多積陰德，慢慢積累。第二點，睇手相佐證，手相係人嘅第2張臉，藏住人呢一世嘅運勢走向同能力大小。如果印堂有孔紋，同時手上係斷掌，亦即係生命線同智慧線連喺一齊，冇分開，咁就係雙重福運嘅印證。斷掌嘅人性子果決，有主見，有擔當，天生就有做大事嘅潛質，再加上印堂孔紋嘅靈性加持，呢一世大概率能講出一番名堂，能擔得起自己嘅責任。另外，冇名子長過食指嘅人，天生貴人運就旺，有領導力，容易遇到旁人幫忙。如果印堂有行紋，再配上呢種手相，說明你天生就帶貴氣，有福德。只要走正道，大富大貴係遲早嘅事。第3點睇心性品行，呢一點最關鍵，亦都係決定你可福嘅根本。印堂孔紋講到底係陰德嘅印記，係正氣嘅象徵。如果你心懷善念，懂得感恩，樂於助人，行事坦同，走得正，坐得端，咁呢度紋就係你嘅護身符，能護住你一生平安，財運順遂。可如果你心術不正，自私自利，貪得無厭，總係諗住算計人哋，咁呢度紋就會變成業力嘅通道，加速你福報嘅消耗，讓你罪過不斷。我見過太多印堂有空紋嘅人，有啲一世普普通通，冇可大富大貴，但一世冇做過偷心事，待人寬厚，孝敬父母，最後子孫滿堂，冇病無災，安安穩穩活咗8、90歲。也有啲人生嚟就聰明，年輕嘅時候順風順水，賺咗唔少錢，可後來貪心越來越大，走咗歪路，最後落得個狠等入獄眾叛親離嘅下場。呢個就係心性嘅力量，亦都係因果嘅力量。你嘅心係什麼樣，你嘅命就係什麼樣。半分都唔由人喺度要多講一句，什麼先至係真正嘅心善，唔係表面上做樣子，也唔係做咗點好事就周圍宣揚，等住人哋報答。嗰種沽名東譽嘅善，愧唔落真陰德，也改唔了命。真正嘅行善係發自內心嘅善意，做咗好事唔擺上心頭，唔求人哋知道，唔求回報，就好似孝敬父母，善待家人，本來就係該做嘅事，唔係為咗換什麼好處。只有咁樣嘅善，先至能尋到命格裏，變成真正嘅福報喺度。我俾所有印堂有學問嘅朋友，仲有屋企身邊有呢種人嘅朋友，提幾個忠告，你哋一定要記喺心裏。呢啲都係能幫你哋退吉避凶、積愧福報嘅實在話。第一，唔使怕，亦都唔好歸傲，有呢道紋唔係什麼壞事，但亦都絕對唔係你拿嚟炫耀嘅資本。佢係一份沉甸甸嘅緣分，係前世係早上俾你磊落嘅福分。你要做嘅係正視佢，好好用佢，而唔係躲住佢，更唔係拿住佢周圍吹銀。你哋要記住，你呢一世唔係嚟享福揮霍嘅，係嚟續善緣、了舊債、完成你該做嘅事嘅。越是有天賦，越要沉下心來做事，越要約束自己嘅言行，
唔好將一手好牌打爛。第二，多讀聖賢書，修心正己。老祖宗傳落嚟嘅經典，譬如《論語》、《道德經》，都係最養心性嘅多。讀下呢啲書能幫你明事理、辨是非，穩住自己嘅本心，唔會被世間嘅慾望帶偏。唔使貪多，每日抽個10幾20分鐘，讀個幾日，靜下心嚟諗下入面嘅道理，對照住自己嘅言行改一改，日子耐咗，你會發現自己嘅心態變咗，脾氣好咗，遇事唔慌咗，身邊嘅煩心事也少咗，運勢自然就順咗。第三，多行善舉，積累陰德行善，唔係話要你花幾多錢，捐幾多物，而係要有一顆善生俾路邊嘅老人，讓個座幫鄰居搭下手，孝敬父母長輩，善待家人朋友，唔欺負弱小，唔坑害旁人，做生意講誠信，做事情憑良心，呢啲都係行善。你付出嘅每一份善意都會變成福報，記喺你嘅命格裏，幫你化解災厄帶來好運。唔好覺得善事細就唔去做，福報都係一點點起起嘅，積少成多，時間長咗，效果自然就顯出嚟。第四，遠離小人，守住本心。有呢度文嘅人靈性強，氣場正，容易吸引志同道合嘅人，但也容易招嚟小人嫉妒算計。你哋要記住，離那些自私自利、心術不正，總係諗住走歪路嘅人遠啲，唔好同佢哋撈埋一齊，更唔好跟住佢哋做壞事。守住自己嘅底線，唔貪財，唔好色，唔傲慢，始終保持一顆正直善良嘅心，比什麼都重要。要是實在躲唔開小人，也唔好同佢哋爭執，保持距離，做好自己嘅事，就得因果自有公道，唔使你出手，佢哋自己做嘅業，遲早自己受。我再俾大家講兩件真實嘅事，都係我呢些年見過嘅真人真事。有一位做實業嘅老闆，早些年同我聊起過，話自己印堂有一道好敏，細個就覺得自己同旁人唔一樣，對好多事嘅預感特別準。佢年輕嘅時候做生意，俾合作人坑咗，欠咗一大筆錢，廠子也差點倒閉。嗰時候佢日日愁得瞓唔着，甚至都諗過一了百九。可佢哪怕再難，都冇做過虧心事，冇欠過工人一分錢人工，冇坑過一個客戶。平時還總幫住老家嘅鄉親修橋鋪路，接濟困難家。後來就喺佢最難嘅時候，以前幫過嘅一個朋友找上門，俾佢介紹咗一筆生意，又拉咗佢一把，佢嘅廠子先慢慢換過嚟，越做越大，而家成咗當地有名嘅企業家。佢自己總話佢能有今日，全靠呢一世行得正坐得端，冇浪費咗命裏嘅呢點福分。仲有一位鄉村教書先生，也係印堂有捧文，一世喺山裏教書，冇賺過大錢，冇當過大官。我一世教出咗好多有出息嘅細路，幫咗好多窮人家嘅細路捻到學費，找出路。佢呢一世冇少遇難處，屋企人生病，屋漏雨，我每次都有學生有鄉親主動上門幫忙，到老咗桃李滿天下，學生們都掛住佢，輪流嚟睇佢，日子過得安穩踏實，冇病無災，活到咗90幾歲，走嘅時候成條村嘅人都嚟送佢。呢兩件事話俾我哋知，印堂孔文從來唔係天生嘅富貴命，也唔係天生嘅災果相，佢係一份機緣，也係一份責任。你接住呢份機緣，擔起呢份責任，走正道，行善事，就能收穫福報，過得安穩踏實。你浪費呢份機緣，逃避呢份責任，走歪路，做壞事，就一定會招嚟災禍，最後一事無成。講到呢度，肯定仲有好多朋友有疑問，譬如有人問我印堂嘅蓬紋好淡，若有若無嘅算唔算？仲有人問我年輕嘅時候冇年紀大咗先長出嚟，呢個係點回事？仲有人話我印堂係2道蓬紋，唔係1道，又有咁嘅講法。今日我就將呢啲疑問
一次性講清楚，免得大家心裏煩地，故誤判咗自己嘅命格先講。第一種孔文好淡，若有若無。我話俾大家知，呢個唔係冇，係你嘅福緣仲未醒，命裏嘅陰德仲未被激活。呢種人前世也係行善積德嘅人，只係福分冇咁深厚，或者善緣冇咁重，所以印記比較淡。但嚟個唔代表你就冇福分，恰恰相反，你更要珍惜呢份緣分，靠後天嘅修行同善舉，慢慢激活自己嘅福運，讓呢道紋越嚟越清晰，讓福報越嚟越厚。我老家以前有個鄰居快70歲嘅人啦，前幾年先發現自己印堂有一道淡得幾乎睇唔見嘅毫紋。佢呢一世普普通通種地過日子，家境一般，身體也不算太好，年輕嘅時候冇少受累。後嚟聽咗我嘅勸，開始存好心做好事，村裏邊家有事都去搭下手照顧村裏嘅孤寡老人，幫住睇細路，逢年過節還俾老人送點食嘅。就咁過咗唔到1年，佢嗰道憑紋居然清晰咗唔少，身體也硬朗咗，以前總犯嘅腰疼咳嗽都輕咗個仔，出外頭做生意也順咗，屋企嘅煩心事越嚟越少。呢個就係福緣被激活嘅樣子。哪怕印記再淡，只要你走對咗路，福報遲早都會嚟。再講第二種年輕時冇，老咗先長出抱紋。好多人覺得呢個係老咗長就紋，其實根本唔係，呢個係你呢一世行善積德收出嚟嘅福分，係天道俾你蓋嘅印記。呢種人一世心懷善意，冇做過虧心事，處處與人為善，雖然天生嘅福緣冇顯現，但呢一世睇嘅善德夠多，慢慢就接上咗早上嘅陰德，激活咗命裏嘅福分。所以到老咗呢度命人先顯出嚟。有呢種情況嘅人，晚年一定福壽安康，子孫孝順，因為呢一世嘅善舉加上命裏嘅福分雙重加持，晚年自能安享天倫之樂。反過嚟，要是你一世作惡多端，坑蒙拐騙，就算年輕嘅時候有坑紋，到老咗也會慢慢變淡消失，甚至印堂發黑發暗。呢個就係福報耗盡、業力同生嘅徵兆，晚年注定過得很涼坎坷。仲有第三種情況，印堂有2道坎紋，唔係1道。好多人睇到2道紋就驚，覺得係空相，其實根本唔係2道紅紋，比1道紅紋嘅福分更厚，責任也更重。呢種人前世往往係積咗大善大德嘅人，或者早上積咗幾輩子嘅陰德，帶住雙倍嘅福分下凡，要唔係能幫更多嘅人，要唔係能成更大嘅事。但你哋要注意，2道孔紋嘅人，科福兩極分化更明顯。如果心性端正，苟正道擔責任，呢一世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業。嗰段日子過得富足，也能活得心安理得，甚至能成為好多人嘅貴人，幫好多人渡過難關。可要是心性毀咗，做咗壞事，業力亦會加倍報應，比1道含紋嘅人更狠。唔單止自己遭殃，仲會連累家人子孫。另外，我仲要俾大家講一個關鍵嘅知識，點好多人都搞混咗印堂好紋同皺眉遮出嚟嘅臨時紋路，根本唔係一回事。好多人平時愛皺眉，煩心事多，兩眉中間一使勁就擠出1道棍紋，一放鬆就冇咗。呢個唔係命印，係你肝氣不舒，煩心事太多熬出嚟嘅，同我哋今日講嘅天命紋半點關係都冇。真正嘅印堂好紋係固定嘅、清晰嘅，唔理你皺眉定放鬆，佢都喺嗰度，用手摸上去，仲有輕微嘅凸起感。呢個先至係真正刻喺命格裏嘅印記。你哋而家就可以對住鏡睇下自己眉間嘅係臨時嘅皺眉紋，定係真正嘅命印。唔好搞錯咗，誤判咗自己嘅運勢。講到呢度，我再極強中醫嘅道理，同大家講講印堂孔紋同身體健康嘅關係。
我講命理也講中醫，呢兩樣嘢本質上係通嘅，都講陰陽平衡，都講因果循環。印堂係泥丸宮所在，係一身氣血嘅關鍵節點，也係人精氣神匯聚嘅地方。所以印堂控紋嘅樣子也能反映出你身體嘅好壞。如果你嘅印堂片紋清晰，顏色同皮膚一樣，唔發黑唔發暗，說明你氣血充足，精氣神通暢，身體一般都比較健康。就算有啲小毛病，個痕塊就能養好。如果你嘅印堂痕紋發黑發暗，或者紋路模不清，說明你氣血不循，精氣神被蒙蔽咗，唔單止運勢唔好，身體也容易出問題，譬如失眠多夢、肝氣不舒、脾胃虛弱、寒身冇勁。呢個時候你唔單止要修心行善，還要調理身體，兩樣一齊做，才能化解唔順，身體好起來，運勢也跟住好起來。點調理？其實好簡單，少生氣，少發愁，凡事睇開啲，保持心情舒暢，比食什麼補藥都管用。平時多食點健脾養胃、疏肝理氣嘅食物，譬如小米、山藥、陳皮、佛手，都係溫和養人嘅嘢，唔使特意去買名貴補品，日常飲食多注意就得。每日抽點時間散下步，打下太極，活動下筋骨，讓氣血通起嚟，精氣神慢慢就足咗。平時就可以用手指輕輕按揉印堂穴，每日3-5分鐘，可能疏通面部氣血，又能安神定志，對身體對運勢都有好處。堅持一段時間，你就會發現康紋又會變得清晰透亮，成個人嘅氣息都唔一樣咗。仲有好多朋友問我印堂有一紋，可呢一世過得坎坎坷坷嘅，冇感覺到有什麼福報。呢個係為什麼？我話俾大家知，唔係福報冇來，係時候未到，或者你走嘅路仲唔對印堂有含紋嘅人，呢一世注定要經歷一些磨難。每一次坎坷都係對你嘅磨練，都係喺燒你前世嘅業障，清你命裏嘅債。就好似打鐵要先燒紅咗，捶打才能成好鋼。人也要經過磨難，才能擔得起大福報。要是一點磨難都冇直接俾你光天嘅富貴，你也守唔住，反而會被財財富沖昏頭腦，惹出更大嘅禍事。我再俾大家講一個我遇到嘅真人真事。有個50幾歲嘅朋友，印堂有一道好清晰嘅漢紋，年輕嘅時候做生意俾朋友騙得傾家蕩產，老婆也帶住細路走咗。嗰時候佢窮得連房租都交唔起，一度想過尋短見，後來機緣巧合聽咗我嘅講說，知道自己命裏帶福，只係之前太急功近利，走偏咗，先遭咗呢啲難。從咗以後佢就改咗聖旨，唔再總諗住發大財，踏踏實實揾咗份工做，每日抽時間幫人哋做點好事去路院，可幫住照顧老人，俾困難嘅人家搭下手。遇到人哋有難處，能幫就幫啲，就咁堅持咗3年，佢嘅日子慢慢好起嚟啦。先是遇到以前幫過嘅一個人，俾佢介紹咗一批客戶，佢慢慢睇咗點錢，自己開咗個小鋪頭做生意，本本分分，回頭客越來越多，生意越來越穩，慢慢還清咗以前嘅債。後嚟又遇到咗個貼心嘅人，重新組建咗家庭，日子過得和和美美。以前嘅失眠胸悶嘅毛病亦都好咗。佢自己總話，以前總覺得自己命苦，而家先明白那些坎坷都係喺磨佢嘅心性，燒佢嘅業障。只要守着本心，多做好事，福報遲早都會嚟。所以諸位朋友，唔好因為一時嘅唔順就懷疑自己嘅命，就放棄自己嘅本心。印堂有蓬紋嘅人，天生就比旁人多一份機緣，多一份福分。只不過呢份福分需要你靠自己嘅修行，靠自己嘅善舉去激活，去爭取。你越是心急，越是自私，福報就離你越遠。你越是平和，越是善良，福報就嚟得越快。我仲要提醒大家一個，
印堂有兇紋嘅人，千祈唔好做違背良心、損害旁人嘅事，譬如騙人錢財、坑害旁人、偷奸耍滑、損人利己。呢啲事普通人做咗都要遭報應，更何況係你哋呢啲帶住福分、帶住陰德嘅人，你哋做嘅每一件壞事都會加倍消耗你嘅福報，加速業力嘅。到最後，唔單止自己身敗名裂，仲會連累子孫後代，得不償失。反過嚟，你哋做嘅每一件好事，每一次幫人，每一次傳善心，都會加倍積累你嘅福報，讓你嘅氣場越嚟越正，讓你嘅路越走越寬。譬如扶老人過個馬路，幫困難嘅人灌點錢，俾迷惘嘅人指條明路，呢啲睇起嚟唔起眼嘅小事，都係喺睇福報，都係喺收自己嘅命，都係喺激活你命裏嘅陰德。仲有印堂有黑紋嘅人，平時多同品行端正、積極向上嘅人來往，離嗰些終日吃喝玩樂、偷奸耍滑、自私自利嘅人遠啲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同什麼樣嘅人喺一齊，就會慢慢變成什麼樣嘅人。同正直善良嘅人喺一齊，你會越嚟越端正，越嚟越有福。同心術不正嘅人喺一齊，你會慢慢迷失自己，耗光自己嘅福報。我常話，人生在世就係一場修行，而印堂有蓬紋嘅人，呢場修行比普通人更難也更有意義。你哋呢一世唔係嚟享清福嘅，係嚟續善，願了舊債做該做嘅事嘅。你哋摔嘅每一次跟頭都係一次成長，你哋做嘅每一件善事都係一次積累，你哋每一次守住本心都係一次升華。好多人活咗一世都係喺追名逐利、求富貴、求健康，卻唔知道真正嘅富貴唔係你有幾多錢、有幾多屋，係你心理踏實，冇做過虧心事，身邊有真心待你嘅人。真正嘅健康唔係你身體有多強壯，係你心性平和，冇咁多煩心事，冇咁多執念。印堂有銅紋嘅人，天生爭就有確篤呢份安穩同福氣嘅資格。只要你是成咗神走，對咗路，守住本心，多行善事，天道自然會眷顧你，福報自然會找上門來。你嘅家人會平平安安，你嘅日子會順順波，你呢一世也能活得踏實自在。我再俾大家一個實在嘅建議，印堂有蓬紋嘅朋友，每日朝早起身對住鏡，喺心裏邊默念3篇：我要堅守本心，行善積德，走正道，得福報。然後靜下心嚟諗下今日該做什麼，唔該做什麼。夜晚瞓過前再諗下今日做咗什麼好事，有什麼做得唔對嘅地方，要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就咁堅持落去，用唔到半年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嘅心態好咗，身體順咗，身邊嘅好事也越嚟越多啦。仲有，如果你身邊有印堂有紅紋嘅人，唔好笑佢哋，唔好輕視佢哋，更唔好算計佢哋。佢哋係帶住福分來嘅，係帶住善緣來嘅。你善待佢哋，就係善待自己，就係俾自己禮福報你算計。佢哋就係違背良心，就係耗自己嘅福分，最後一定會做報應。我見過有人睇人哋日子過得好，又知道人哋印堂有兇紋，就知道人哋背地裏使壞算計人，結果自己嘅印堂慢慢發黑，日子越嚟越唔順，屋企煩心事不斷，身體也越嚟越差。呢個就係因果報應，半點都唔會差。所以諸位朋友一定要心存敬畏，善待身邊嘅每一個人，尤其係印堂有兇紋嘅有緣人。我講命理，講國學，從來唔係為咗故弄玄虛，係想讓大家明白，人生在世冇什麼事係偶然嘅。你遇到嘅每一個人，經歷嘅每一件事，甚至臉上像嘅每一道紋，都係因果嘅體現。印堂呢度紅紋係今生同前世嘅連接，係陰德同福報嘅印記。佢藏住你前世嘅善業，也藏住你呢一世嘅果福。好多人活咗大半輩子
都係向外求，求財運，求好運，求貴人，卻唔知道最好嘅福報就喺你自己身上，最好嘅貴人就係你自己嘅善心。印堂有巷文嘅人天生就帶住呢份福緣，呢份機緣，只要你醒過嚟，走正道行善事，福報自然會嚟找你。你哋要記住，今日能聽到我講呢啲嘅，都係有緣人，唔理你印堂有冇呢道文，能耐心聽到呢度，就說明你心有善念，係有福之人。如果你印堂有呢道文，從今日起就正視佢，珍惜佢，守好自己嘅本心，多做善事。相信我，你嘅財運會慢慢好起嚟，你嘅身體會越嚟越硬朗，你嘅家人會平平安安，你一定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嘅光明大道。如果你身邊有人印堂有呢道文，一定要將今日講嘅呢啲話俾佢知，讓佢唔好迷惘，唔好走歪路，珍惜自己嘅福分，守住自己嘅本心。呢個唔單止係幫佢，也係俾自己積福報。畢竟幫人就係幫己，行善就係積德。最後我同大家講一句，印堂空文係人係陰德，係福分嘅標記。福禍冇門，為人自照，善惡之報如影隨形。你呢一世能走幾遠，能有幾多福報，全睇你自己點揀。前世嘅善業係你呢一世嘅根基，呢一世嘅善行係你下一世嘅福分。願每一個有呢道文嘅朋友都能守住本心，擔起責任，收果福報，過得安穩圓滿也。願每一位有緣人都能心存善念，多行善舉，平安喜樂。穆秀文長。